7月釋經靈修分享，2025年7月1號，約伯記27章1至12節。約伯接着說：神奪去我的理，全能者使我心中受苦。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的生命尚在我裏邊，神所賜呼吸之氣仍在我的鼻孔內。我的嘴決不說非義之言，我的舌也不說詭詐之語。我斷不以你們為是，我至死不以自己為不正。我持定我的義，必不放鬆。在世的日子，我心必不責備我。願我的仇敵如惡人一樣，願那起來攻擊我的如不義之人一般。不敬虔的人雖然得利，神奪取其命的時候，還有什麼展望呢？患難臨到他，神豈能聽他的呼求？他豈以全能者為樂，隨時求告神呢？神的作為，我要指教你們；全能者所行的，我也不隱瞞。你們自己也都見過，為何傳言變為虛妄呢？呢段經文係約伯對3位朋友最後回應嘅開頭。儘管所發冇第3次嘅發言，但約伯呢段嘅說話可以睇到佢對朋友嘅指責總結性嘅反駁。約伯堅持自己嘅清白，並強烈譴責朋友嘅錯誤觀點。約伯接住話，呢個係發言嘅格式，同之前約伯回答說有所不同，代表呢度已經結束咗3個回合嘅辯論。27至28章係約伯所有嘅總結，亦都係約伯向神申訴之前嘅宣誓。第2至第4節係法庭發言之前嘅誓詞。約伯以神嘅永生起誓，雖然約伯相信係神奪去我的理，全能者使我心中受苦，但佢仍然堅信神嘅公義同埋救贖，承認自己嘅生命氣息係嚟自神，所以仍然指住神起誓。呢個係一種無故嘅敬虔，連約伯亦都講唔出點解。第6節，我持定我的義，意思係我堅持我是義的，呢個亦都係法庭上嘅誓詞。呢一章相當於約伯喺神法庭上嘅宣誓。神係法官，而3位朋友就係控告佢嘅仇敵。約伯先起誓自己絕不說謊，斷然否認自己有罪。但係約伯同人嘅辯論係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說不清，佢就只能夠對神起誓，死不認罪。我斷不以你們為是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為不正。第7至第10節係約伯繼續喺法庭上嘅誓詞。當庭指責無辜控告者嘅結局就係如惡人一樣，如不義之人一般，佢哋罔顧事實，訴詞虛妄空洞。第7節嘅仇敵係指法庭上嘅控告者，起來係指法庭上起嚟控告，而呢啲嘅控告者就係不遠千里嚟到安慰約伯嘅3位朋友。約伯反擊控告者嘅時候，惡人在死後沒有展望，在患難中神不聽他的呼求，唔能夠以全能者為樂，隨時求告神。但呢個時候約伯並冇睇到任何嘅展望，亦都冇感受到神聽他嘅呼求，而且認為全能者使我心中受苦，根本冇以全能者為樂。事實上，約伯講出呢啲4平八穩屬靈嘅準則教條，只係用3位朋友嘅道理去回敬佢哋，自己心裏邊卻係一點底氣都冇，反而充滿住疑惑，以致每逢思想，心就驚惶，揮身前進。思想約伯嘅誓詞提醒我哋面對信仰生命需要公平正義，即使喺困惑當中，當我哋被遺忘、被冤屈嘅時候，係咪都好似約伯一樣堅守正直、信靠正義呢？約伯嘅咒詛提醒我哋，試煉可能會激起憤怒，但信仰生命應該轉向尋求神，而唔係復仇。當我哋被誤解嘅時候，
有冇以禱告交託，信靠神嘅審判呢？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透過約伯嘅正直同埋信心，教導我哋你公義同埋恩典。求你幫助我哋喺試煉中堅守正直，誠實咁樣向你傾訴掙扎，以你為我哋嘅喜樂。當我哋被誤解或者困惑嘅時候，求你賜下勇氣同埋盼望，信靠你嘅作為，開我哋眼睛，讓我哋謙卑學習你嘅真理，活出榮耀你嘅生命。阿門。當我看見你的愛，我心生敬畏。仇敵如籠罩時，你卻盡數不計。失喪與遺棄，你一個也沒撇低。我並未犯罪，你捨命清洗。當我軟弱跌墮，只需看你一眼，令我回到十架。你的愛令我回家。神，我只想說句謝謝你，容我分分秒秒跟着你。創世的主取了奴僕的形象，以至於死，這死在十字架上。神，我一生也要仰望你，在乎青春至愛敢捨棄。愛我的主，我以生命獻給你，因你恩典與救贖，使我不禁深深敬畏。世上無可比的稱謂，你讓神聖愛的真諦。試問人算什麼？你竟這樣憐恤我，我願效法，絕不枉過，順服至死，忠心仰望，以生命為我歌。只想說句謝謝你，容我分分秒秒跟着你。創世的主取了奴僕的形象，以至於死，這死在十字架上。神，我一生也要仰望你，在乎青春至愛敢捨棄。愛我的主，我以生命獻給你，因你恩典與救贖，使我不禁深深敬畏。
想像你，創世的主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神我一生也要仰望你，在乎青春至愛敢捨棄，愛我的主，我以生命獻給你，因你恩典與救贖，使我不禁深深敬畏，深深敬畏。